呢一幕係咪好熟口熟面呢？你原本只係想用5分鐘覆個 WhatsApp 或者係 search 一個生字，點知一回過神已經過咗2個鐘。你望住仲未做完嘅 past paper， 心入面充滿住罪惡感，覺得自己好廢，好冇意志力。如果你係咁，請你停一停。今日呢條片唔係要鬧你懶，而係要話俾你知，其實呢個唔係你嘅錯，而係大腦機制嘅錯。面對住 DSE 龐大嘅壓力，其實你個大腦已經好攰㗎啦。而手機裡面嘅演算法係由全世界最頂尖嘅工程師設計出嚟，專門就係用嚟勾住你嘅注意力。所以單靠你僅存嘅意志力去對抗佢哋，就好似用1級嘅裝備去打大腦一樣，係必輸無疑㗎。所以今日我想分享一個概念，唔好靠意志力，要靠物理阻力去抵擋呢啲誘惑。簡單嚟講，就係要令到玩手機呢件事變到超級麻煩。呢度有3個即刻見效嘅方法。第一招，喺你溫書之前，手機要擺到去一個你摸唔到嘅地方。好多同學溫書嘅時候會將手機就咁反轉擺喺台面，以為睇唔到就冇事。錯啦，只要你伸手摸得到，你個大腦就會無意識咁樣想去拎。所以你要做嘅就係要增加物理距離。你可以放喺客廳，交俾你阿媽保管，甚至鎖喺一個有密碼嘅盒度。重點就係你要伸手摸唔到。當你要起身行路先攞到部手機，嗰個懶字就會幫你贏返你個專注力返嚟啦。第二招，設定一個揾手機嘅儀式，儀式感係好重要嘅，所以完全唔用手機係冇可能嘅。所以我哋就要設定一個固定嘅時間，例如 lunch time 1點鐘，夜晚8點鐘，只准喺呢2個時間 check 手機，每次 check 15分鐘。咁你可能會問啦，有時溫下書，好想睇某個 YouTuber 出片未？又或者突然間諗起要 check 某樣嘢，咁點算呢？呢個時候千祈唔好即刻開手機，你可以準備一張紙，叫做分心備忘錄，將你個腦突然彈出嚟嘅念頭寫低佢，例如你想睇 blah blah blah， 或者我想買乜嘢乜嘢，或者我想查乜嘢乜嘢。寫低咗，咁你個大腦就會覺得 OK， 我記低咗啦。然之後你就繼續安心去溫書，留返一段時間休息嘅時候先再一次過做。好啦，最後一招亦都係最重要嘅急救法，人誰無過。萬一你真係唔小心又 doom scroll 緊啦，點算好呢？一發現自己又碌緊電話，即刻講一句咒語：我而家係想逃避，唔係想休息。講出聲，承認自己嘅狀態。然後做一個超短嘅物理動作打斷你個 loop 先，例如即刻企起身斟杯水，或者做個伸展。當你坐返埋位之後，唔好諗住要溫多3個鐘嘅書補數，你會好驚㗎。你只要同自己講，我只要專心返10分鐘就得。你贏返下一個10分鐘就當自己贏咗啦。好，我講個秘密俾大家知啦。其實我當年考 DSE 嗰陣都覺得自己意志力唔夠堅定嘅。所以我做咗一個幾極端，但係對我嚟講亦都係最有效嘅決定，就係我換咗一部長者機。係啦，就係嗰啲字體超大，冇得裝 Apps， 亦都冇得上網，碌唔到 IG 嘅電話啦。功能只有一個最原始嘅功能，就係打電話同埋 SMS。咁頭開始嗰幾日會覺得有啲痛苦嘅，覺得自己好似同個世界脫節咗，好驚 miss 咗啲咩消息咁樣啦。但係過咗一陣就會發現好神奇，因為我個腦係未試過咁清靜啊。甚至連想玩手機嘅念頭都斷埋，因為根本冇嘢好玩啊嘛。呢個就係我嘅終極嘅物理阻力啦。所以如果你覺得頭先嗰幾招都鎖唔住你心入面嗰隻心魔不妨都可以試下花幾百蚊去買部後備機，試下過1個月嘅原始人生活。你會發現原來冇咗 social media，個地球都係會咁樣轉，而你嘅成績可能會越嚟越好添。最後 DSE 係一場長跑，分心係正常嘅，唔好因為一次嘅分心就自暴自棄。記住，意志力留返嚟做 past paper 嘅時候用，抗拒誘惑就交俾呢啲物理阻力嘅策略啦。今日開始試下用呢幾招，如果你覺得有用，share 埋俾你嗰個成日秒回你 story 嘅 friend啊！大家加油，我哋下次見。